郭晶晶生 B 仔，每月袋6萬零用。31歲嘅前跳水皇后郭晶晶，尋日喺養和生咗個7.3磅嘅 B 仔，老公霍啟剛喺微博度報喜，霍老爺就梗係開心到飛起啦。特別我媽咪開心啦，細路仔幾好啊，幾健康。榮升最美麗嫲嫲嘅朱玲玲都2度去醫院見下孫仔啊！貴為霍家第4代傳人 ，B 仔梗係含住金鎖匙出世啦。事關霍家除咗夠搭水，聽聞仲係行共產制。太爺霍英東啲家產、大屋、靚車都係家族持有，成員就每個月分到零用錢。有傳霍英東嘅300億資產，其中200億係分俾長房。如果霍震霆同2個細佬平均分家產，霍老爺就坐底有65億身家啦。至於佢3個仔啟剛、啟山同啟仁，相信每月零用都起碼10萬，淨係阿爸嗰邊已經有錢到水浸啦。連阿 B 自己未出世，已經先袋1億教育基金，加埋嫲嫲朱玲玲同霍震霆離婚之後改嫁羅康瑞，佢喺大陸投資房地產賺到笑啊！估計身家飆升到200億，真係兩邊都咁水頭充足啊！